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Gatha Dvisati Uttamati Thanamati Iti Balo Vihanyati Attahit Attanonati Kuto Buddha Kuto Thanang Gatha Dvisati Yo Balo Manyati Balyang Panjito Wabite Naso Baloja Panjita Mani Sawe Baloti Wujati. Stanza number 62. The fool worries, thinking, I have sons, I have wealth. Indeed, when he himself is not his own, whence the sons, whence his wealth? Stanza number 63. A fool who knows his foolishness is wise, at least to that extent. But a fool who thinks himself wise is called a fool indeed. 第62個偈頌，愚者常常想着我有兒女，我有財產，其實是自尋煩惱。事實上，他本人的身心皆不是他所有的，又怎麼能說兒女或財產是他的呢？第63個偈頌，愚者若自知是愚者，以此自知之名，也算是個智者。愚者若自認智者，則他的確是個愚者了。62. 愚者常常想着我有兒女，我有財產，其實是自尋煩惱。事實上，他本人的身心皆不是他所有的，又怎麼能說兒女或財產是他的呢？63. 愚者若自知是愚者，以此自知之名也算是个智者。愚者若自認智者，则他的确是个愚者了。次节出住热尼巴，达拉普约诺约节，伦波塔吉sem索切，让你让吉马因呐，波坦诺尼卡内因。次节出住热松巴，伦波谢巴特，特怎吉尼克邦因，伦波克巴隆巴特。涅巴伦波乔瓦因。為了解脱獲得寧靜，善達目標者應當這樣做：能幹、端正、直接、義教、溫和、不自滿、知足、易讓、少管事、生活簡樸、諸根直正、技能完善、穩健不粗魯，對供養者不貪。不做任何時候將受治者指責之事，這樣想，願一切眾生喜樂平安，願一切眾生心有喜樂。一切眾生無論軟弱強大、長大、中等、短小、精細、粗顯、可見不可見、遠近已出生的、將投生的，願一切眾生心有喜樂。願人們不相互欺騙，不鄙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以怒以敵意願他人受苦。如一位母親捨命保護親子獨子，她更應當對一切眾生長養無量慈心，以對全宇宙的善意長養無量之慈愛，自上至下遍及四周，無障礙無敵意與行義。無論站行坐臥，凡清醒時，他應當確立此念。他們稱此為即時即地的梵住之心，不受邪見左右，而有戒德如具足之見，斷除了感官貪欲，他將不再受身。